聚在神的殿中，与大家一同敬拜。也让我们从昨晚到今日都一切平安，感谢主。圣经这样说：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马可福音12章30节又这样说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你从你的座位站立起来，跟旁边的人说：我们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哈
里，我们是个大家庭，不分你我他，因为神要让我们相聚在这里，让我们手挽着手，心连心，在主里一起同行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主的大家庭》。相见。
都尊你们。